热烈的人赛当中，基美病院将伫南科新建病院选伫南科南路甲南科三路交界，面积大约13000平方公尺，经费超过30亿，工期大约3档。21号动土典礼，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自出席。南科守护着台湾，奇美南科医院守护着南科。那所以说，很多好朋友希望，不管是地方，不管是园区内的好朋友，都一直期待奇美南科医院的设立。第一产，开地平安，根深蒂固。这会是一座设有274床的智慧型地区教学病院，提供急诊、内科、外科、气科、职业医学等多元医疗服务，提升南科以及周边地区的就医便利性，落实医疗资源在地化。3个主要的目标，一个是我们要做区域的急救中心，那另外一个我们是要做智慧的社区医院。那最后我们是很强调这边的职业医学，所以这边是职业医学的基地。那我们要照顾好我们所有园区从业人员的健康。那整个南科，我们将当成南科的最好的后盾。未来南科基美病院将甲永康、柳营、嘉义基美病院打造大台南地区上完整的医疗系统。台南市马术会采访报道。